哦，不要唱呢，不要唱，是有哼的感觉就好。应该是急速分秒必争。对，我们现在挑战5分钟换法。我们随时随地处于在抢人的阶段。对，我们的摄影师也要抢人，我们的导演也要抢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吴美玲。美玲的圆梦首张专辑终于录制杀青了，耶！真的非常开心，这2天来呢，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，不光是我自己本身不容易，我们所有的制作团队，还有录制团队，还有我们摄影师、导演们也非常非常的辛苦。第1张圆梦的专辑，同时要送给我自己，也要送给所有支持美玲的家人们，还有朋友们，还有一直在背后推着美玲成长的粉丝朋友们。其实录到这首歌曲的时候，美玲内心蛮五味杂陈的。有一幕在化妆室看着自己唱歌的时候，因为我觉得一路来都是家人，妈妈陪在身边带着长大，一起去外场比赛，从小大家可能看红人榜的时候看我到现在，我觉得非常的不容易，也谢谢从以前到现在看着美玲长大的朋友们，内心非常感慨，有你们的支持，美玲才可以走到这一步，走到发首张专辑的这一步。希望美玲的首张专辑《圆梦》，你们可以多多支持哦，我也会继续加油的。